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大会，我是吴思怡。今日村民大会来到屏东县内埔乡，睇屏东鸦片哦，也多年来有一种新发展起来嘅产业，就是可可花产业。有当多乡村都睇槟榔树下種可可花，也同埋背後大家看到大多結嘅嘅就是可可花。其實呢，睇也特別有，唔單止有可可花產業，還有當多當有特色種類當好嘅農產品。一道豐富又多樣嘅農產品，都係採田農民耕種出來嘅。還有呢，大家看到嘅就係順豐一嘅努力果，係採田農民堅持用有機嘅方式種出來嘅。也呢，睇養生結合一定受歡迎。睇東片村就會有很多嘅農民慢慢地來耕種，種出很多針對嘅農產品。也總共有8間嘅農場主人協合起來，我用沙皮企業嘅概念來回饋社區，將來睇農村應用嘅方式來做到沙皮企業咯。今日村民大會就帶領大家向下來討論。前聽聽鏡頭來到節目討論嘅現場，今日呢，我哋都為東片寶石村沙皮企業嘅也算係一個聯絡中心啦，就係採用有機有限農場，也呢做嚟講係整合嘅幾個沙皮企業嘅一個聯絡嘅素材。後擺呢有乜個沙皮企業問題來到也就錯嘅。稍來我同大家紹介今日來參加討論嘅來賓，頭一位我紹介係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創業育成組嘅組長車龍鳳車組長。各位鄉親，大家好。組長請坐。第二位來賓係屏東縣政府上鄉發展處嘅處長莊桂鳳莊處長。第二鋪嘅東片村嘅鄉親，大家好。組長請坐。第三位來賓係屏東大學行銷同流通管理類嘅助理教授郭子鴻郭教授。各位鄉親，大家好。前面的來賓係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嘅博士後研究員鍾怡婷。各位東片村嘅前輩大家好。感謝。唔過大家啲一個東片寶石村，我作為係社會企業嘛，先來看下，佢係算係乜個意思？其實簡單來講，社會企業佢就係用商業嘅方式來解決社會嘅問題，冇就環境嘅問題。韓國呢，佢賺嘅錢啊，嗬。一部分就會回饋嚟一個人嘅社區度方，佢清楚有個目的係會創造一個影響力。那我呢一個影響力要做乜嘅？佢其實呢就可以幫助弱勢，韓國有推動產業發展同生態環保也到。所以講談一到看一到文字啦，依種一難啲乜個能社會企業也有談到很多人講，實際來看樣片，再繼續來討論。東江找到個努力，用搶蓄細搶來做到數列的產品。日日內部東片村就8間農場生產努力、風涼果、黃梨、花菜、可可亞列豆。207年，今年自家成立社會企業，用強下營銷的方式整合資源。如果他家人對社會嘅經驗同學習嘅經驗，如果整合起嘅，伊有也同路，我哋可能他家人共有共享嘅方式來做。昨天二社會企業講嘅係用商業嘅模式來解決社會就係環境問題嘅組織，將係用公平貿易來解決可可亞、咖啡商剝削身體勞工嘅問題列到。傳統嘅歷史如果拿來解決社會就係環保嘅問題，唔係用賺錢做目的。針對好這個故鄉嘅一個土地，因為佢太多講友善，甚至做到有機，個甚至如果佢拿到綠保嘅嘅證明。可以去有所一條客戶看到來到農場嘅來去做採線。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每隻經濟東片嘅老人家超過3個月，為咗照顧狀況嘅老人，我同下一擺傳到嘅5%來做社區福利基金。傳嚟100萬，嚇，我哋係8%出來，8本社區也都用5萬元呢，嚇。咁所以講，點解我哋社區係聯合起來，一半一條社會企業。可以賺錢，
又可以把本沙气路过翻一摆路过好运作。东片布社村消费企业成立了后，提拨嘅回馈基金，按照做老人照顾父母就係弱勢福利經費。同時除了體育嘅生產同體育嘅加工，亦希望用強化合作嘅方式來提升農業嘅附加價值。其實也個沙菲企業無，唔係對台灣開始有嘅，佢係遷就係對孟加拉嘅東區嘅國家哦，叫咧維新信貸。佢創立過後呢，其實佢就係算係人哋沙菲企業嘅前身啦。一直發展到也下沙菲企業，無論係喺國外也喺台灣地區都有當人啲嘅討論。家同大家講嘅，算係問係沙菲企業，未可能樣片過後，相信大家會有。小可嘅啲，雖然嘛家係沙菲企業嘅，唔過藝業片就要先搶到人哋車主總哦。頭擺講到沙菲企業，也有講到社會創新、沙菲創業，也算係係強責事情、強樣東西，也係講有乜嘅所長咯。其實伊就講迄沙菲同企業吼兩個東西，企業就為到大家攏個上個穿太前啊，吼啊沙菲就係講。幫助我哋咧沙區啊，去將對下我哋咧土地啊、嘛個環境啊，可以弄到較好，安尼像安尼方式弄喺沙菲企業好愛做嘅事。啊，我哋上禮拜吼行政院有通過伊個沙菲創新方案吼，伊其實吼都係想講唔係像安尼企業可以做。特色都可以做，吼 NPO、NGO， 吼像安尼組織吼合作社吼安尼組織，伊嘛可以來成立吼安尼沙菲企業，啊無像迄個大公司，伊嘛可以來做安尼事情，像安尼沙菲企業，伊自家嘛可以用一個 CSR 吼嘅一種嘅方式來做。朱總有講到，其實也無論乜啥都做得來成立沙菲企業啦。再過來看到東片村也片哦，東片村佢係睇女僕嘅地洞王，伊個細細嘅總頭，加人口差唔多1500人天天啦。最清醒嘅數據係1045人。也片呢？睇屏東女僕嘅地洞王，韓國唔係算依法嘅素材，唔過也片單都係農民佢都會講中來的說。其實人看到嘅現場也都係菜田農民種出來嘅東西，也咪係適合做沙菲企業嘅農民自家種出來嘅。東片布社村也有個 logo， 所以講像係熱氣球樣嘅，一個熱氣球整合嘅6種嘅農產品，代表6個色，適合嘅8間嘅農場。8間農場就有8個農場嘅主人，也呢都有做到6級嘅產業，韓國也都唔係自家一三人，單人通馬啲嘅賣東西，係個大家團體起來用合作嘅方式來賣東片布社村嘅產品。以前睇安多嘅蔬菜，國內外都有，台灣有安多嘅農村，唔知道沙菲企業睇東片村也到邊，你看到嘅物嘅係人家都想去同大家分享嘅咯。咁我就想問大家講，像園林咧賣了有6000，啊，而做一個工廠，以後而間傳到一切回饋是本賣了嘅沙企嘅民眾，好，相同有回饋嘛嚇，那而算沙菲企業嘛？大家認搖頭可能唔係嚇，啊，第二 7-11而講而某一件買唔起嘅東西，多期嘅食品嚇，根本可能付款咧。生意嚟說，而算沙菲企業嘛？嘛唔係，好嘛？剛剛睇緊兩個案例攏有回饋，但係嗰種又唔係沙菲企業。再來就講到多大麥嘅係呢真實嘅沙菲企業咯，就會講沙菲看下多企業投錢，跟沙菲帶你來看下投錢。對代表嘅意思就會講，我能關注沙菲比關注企業還要高投錢一些，好。所以但係唔係講。存錢無重要，存錢相同重要吼，所以別人講沙菲企業係呢沙菲嘛，貴重要嘅意思。第一呢，基本嘅條件就係我哋存錢嘅同時，我哋冇破壞我哋自家嘅環境，所以6000可能有破壞空氣污染，所以就變成講唔像沙菲企業安尼運作嘅模式吼。所以地方沙菲嘅福利一定要看下都投錢來思考。地方沙菲包括我哋人。
包括我们的环境，包括我们的文化的资产吼，包括我们的生物的多样性，我们拢可以兼顾。代表讲，就我们伫个企业营运赚钱的过程当中，我们嘛会充实要的东西哈。所以还呢，社会企业是社会企业基本的条件。第二就是我们企业赚钱的同时，我们社会嘛得到利益，得到好处吼。所以也还呢。第二种，我认为讲社会企业可以创业的第二个条件。结就来看，人家讲的案头案例，同安尼东片报销村他们的初衷跟想法，其实应该来讲可以成立，也可以足以说家的会社会企业嘛吼。嘿，所以像我们报销村鸦片，我们上多的还呢用友善环境的模式来进行生产吼，也就是一个兼顾我们就是自然环境、生物多样性一个部分。再来就我们钢铁的人嘛，我们会免疫批农药，身体嘛係受到破坏吼，所以也係呢第一個重要一個部分吼。再來就係我們聯合起來，想要做一個共有共享的一個模式，嘛係一個最重要的精神，也就係一個社會企業最核心的一個部分，就大家人共卡來做一件事情，所以凝聚力係呢一個特別核心的一個關鍵。多謝怡婷，跟我想要請教郭老師。刚刚怡婷没有讲到，其实呢，东片波沙村就是以一个友善环境的这样概念来运作，甚至是希望说可以创造社区的更好，回馈社区的老人家，或者是吸引青年返乡也好。啊，用不来到社区同样的天数，一个资源系乜嘅，你看到的社区乜嘅优点，也讲居民的共识，将会有按哪些同样的促成这样子的社会企业。这个社区有这么多农场，产品都很好，而且都是无毒有机的。好，那如果我们能解决农场的问题，好，这当初因为我本身是行销系老师，我想如果我能把农场的问题解决的，就是缺人手、缺通路、缺行销。那如果我能帮助他们说服一些通路来跟他们买，让他们赚更多的钱，那是不是这样就会做个良善的循环？那我在去年12月的时候，刚刚跟他们开会，结果呢，我本来是想说。这样提会不会很突然啊？结果他们所有农场都很支持，当场就说他们要成立，好，他们愿意呢是不以盈利为目的，赚的钱全部捐出来，好，然后照顾这个社区的老人啊，好，弱势的，好，甚至友善土地啦、清洁啦，我觉得很感动。是因为这应有呢，我就帮他成立这个社会企业。我想先请教现场的乡亲哦，针对一个报销村也就会成立的想法，也有乜嘅困难目标，要同大家来分享。也喺讲嘅过程当中，也就有想要做乜嘅事情，做啲客户本来看到嚟发表也就意見冇。好，有冇睇講？因為大家也知道我哋東片村種出幾多好嘅農產品，田路本賣也幾好，只是供應單打獨鬥啊。不如講大家合夥來一打群架，哦。可能安尼，大家分享，大家嘅收入，和安尼可以共同代表到嗰度分享到嗰度人客，安尼每個人會增加收入。增加收入以後呢，安尼攞來回饋安尼東片村，因為安尼對一塊土地係有感情嘅，和安尼睇下成長，以及受到安尼眾多嘅願意嚇，嗰種安尼大家就願意來回饋安尼。東片村，多謝村長，還有鄉親要表達意見的冇？像客數，喺入邊聽邊睇過，係冇？我記下我哋已經成立一個讀書會，希望透過一個讀書會來同一後生嘅一條工種嘅結合起來，可能講有一個團隊來建立這個社區嘅產業，來打通一條後生嘅，可能係唔係有啲青年返鄉。3年前就有呢個想法唄。係，我哋利用我哋一隻嘅場所，本每啲農民當做係自己嘅公司，過來同大家人分享講，而且個工種嘅經驗同入嘅技術。嗰時候我哋嘅下路有一啲使命講，同入嘅社區建立一啲有機嘅健康村。嗰時候只有講用團隊嘅力量，大家人嘅一啲共識來同入嘅建立起來，因為看到這個社區也係嗰度老人家嘅。咁樣嘅同樣即係金錢傳導嘅來本回饋本這個社區，也係我哋這個未來嘅一個最長遠嘅一個想法。多謝，感謝請坐。嘅係有睇過，我表達意見嘅冇？有冇睇過？請教一下吼。而家社會企業通講將成立無幾久咩？而家就適合起來嘅時間短短呢，差唔多
改半年吼，1个半月就把你们集合起来，按呀，算来也就做了成功用版哦，有乜个成功同人分享的嘿。2月3号到3月4号，屏东热带农业博览会。先去买东西展览，本大家认识也到位。大家出来先来比看看啊，拄好底下安尼。县政府的城乡发展处的同安改天数，刘的委员本来改好，安尼嘛，他甲农村出去比，伊昨日下来呢，安尼买到24万3000。直接就回馈沙期的就错嘅，24万回馈。啊对，让24万就天天有钱好回馈沙期就错嘅。你唔可以講掛羊頭買狗肉啊，吼，係咪？安尼鼓勵伊個透過媽媽教師的伊的費用老年費，安尼。24萬啦，一共有多錢啦？有3期12000啦，3期都補出去，媽媽教師嘛補出去，老人家嘛補出去，所以也迄天咧同大家來分享，播撒種嘅時間可以發展下去，可以發展。多謝，搶錯。家下兩位大哥講嘅按度，我想我設計就搶到，既然沙期對阿個沙比企業有乜個期待，也係想搶到有沙期嘅代表，要俾大哥。我哋也歡迎。改到有相同理念的農場呢，來加入我哋開發，向下開發。等到我哋打響知名度的時節，營業的熱度呢，會漸漸的來提高。我哋一天會對沙期、松樹俱樂部、媽媽教室、弱勢的團體、弱勢的家庭呢，我哋會來提付出幫忙關懷。我哋共同的願望呢。如何打造一個具有人情味的友善的沙期？也就是我哋屏東縣內埔鄉東片沙期。多謝。講到按度對沙比企業嘅理想目標，韓國一下嘅成果，我想先請教一下處長哦。鄉親家講到按度，一下睇東片報上村影片，其實也到前身一個農村再生發展到一好嘅一個沙期吼。對農在的鄉鎮到現在，自己成立社會企業，你用來看一個沙期，你用來看佢採體嘅有乜個實力，也係講潛力。其實農村再生只是一個起頭，其實農村再生其實跟社會企業很接近。剛才有老師也提到嘛，它其實就是對人，還有對環境，人跟土地。所以其實呢，它也是很符合我們農村再生生活、生產、生態。只是說我一直看到他們一直進步，從6年前一直到今年的熱博，剛才執行長有提到熱博，我覺得他們就是透過人去集結起來，從年輕的一直到我們的老中青啦，哈，安尼會使可以哈，老中青哈，我發現真的是人的力量慢慢的集結起來。那後來那天我們透過那個熱博之後，哈，熱博之後呢，其實副縣長副縣長哈，馬上就講東片是在做規劃，嗰時候呢，伊講啊，我哋還要結合我們的關懷據點，哦。可是剛才我們的從村長一直到我們理事長關懷據點，我們是希望是說未來這個回饋回來之後，我可以因為我們慢慢的農村已經老化，所以呢可以把我們的因為回來我們這邊要發展社會企業，最重要是希望是說我們可以照顧我們自己的長輩，哦，也可以讓我們自己的小孩可以在這裡落地生根，哦，這也是我們縣政府的我們的責任，最重要哈，你。很重要，人很重要，因為人哈，他知道就是說，我們這邊社區的夥伴哈，他知道要怎麼樣讓社區更好。未來哈，我希望是說，這裡不是只有打國內的，因為我們明年屏東要辦燈會，我希望是說，我們的明年的燈會很多的，不管是國內國外的，我們的遊客都可以來到這個地方，都可以來到這個地方。謝謝處長。算了一個沙比企業喺東片村成立批的過後，沙了應用嘅營運，加大家講到按到嘅想法個目標，先來看樣片，再個繼續來討論。日頭忙協助豐良果關鍵出貨本消費者，截至今年較無天災，各種嘅果子做下太缺，豐良果嘅價值未比往年較低。4年外來就無通農法來種果子嘅利分明，今年未遇到訂單減少嘅問題。所以我們跟他講說，我們漲也不漲，跌也不跌，所以我們也維持這個價格，我們是負品質。你要價錢的話，你就去市場去買，可是還是會有一部分跑掉。啊，就是有口感的，要吃口感就會繼續。
那真的量会跑掉。这个是市集，这824。东片布社村社会企业8间农场有3间做法都种风凉果，做法係強調無土，甚至係有機。呢方面其他透過合作行銷，還有經驗研究，使得培養出更加多的人客。是說我們要知名度推出去，我們以企業甚至說跟社區，我結合去發展，說照顧社區，然後是大家可能會一個知名度。那喺我哋東片村咧，有機嘅用認真咧，我哋證書睇下，大家來看看啦，參考一下，我哋有機喺屯油山咧，全國。高雄嘅工業市場，島古人之日王義陽除了賣自家農場嘅香蕉，賣天數賣相關到社會企業地度嘅風涼果。因為我哋要做農場。如果要出來行銷，我哋冇咁多體力，冇咁多嘅時間。但是我哋今日擺喺農場，真係行落嘢咧。有啲農場有閒嘅時間，農閒嘅時間，大家用排得的。我排到萬人大家都來也點。用鄉下行銷人數嘅利潤，除了提拔本社區，咪係8間農場鄉下分享。承擔了風險的一個分散，因為你種紅龍果。你種紅龍果或你種蓮霧，它遇到天災人害的時候，你會損失很大。那你整年要是沒有收入的話，你屬於會都影響到我們的生計。用團體戰嘅方式來比喻鄉下行銷嘅策略，東片布社村社會企業一方面同市場擺攤增加知名度，另外一方面利用企業天作嘅方式，希望降低市場價市企業帶來嘅損失。家庭樣片看到嘅就係呢東片布社村呢也有團體嘅成員主動出擊，去到高雄來擺攤呢。韓國呢也擺攤呢嘅方式就係一下布社村營運嘅其中一個啦。也呢佢都主要算係賣嘅方式，像係人家去講現場賣啊，韓國漢版名錄方面賣嘢到韓國大型嘅公司，像係公司企業我來買，同佢都大量嘅買咩做得。韓國佢生下來係講。農產品較唔拉時節，買到當好嘅時節冇農產品呢，我用嘅喏，做嘅傳統農事體驗，韓國自家來做東西，來體驗用嚟做，加有講到嘅發展綠基嘅產業，休閒農業嘅規劃，我用嚟大家成員要入到社區來認識東片村。我想請教郭教授，家樣片看到實際去賣，韓國整理出來有按到嘅到沙下來而營運嘅方式，唔過過來看起來。農民他們還是個體戶，集合起來，我們到底是要走七家品牌，也還講我們就是打東片寶石村的品牌。一開始我的規劃是說，如果是賣農產品的話，是共品牌，就是說他們原本的像酷老頭、東寶、川永，他們也會掛一個寶石村的品牌，是共品牌的方式。那我們體驗跟 DIY 手作，還有以後的輕旅行呢，基本上就是用東片寶石村這個品牌單一品牌來運行。我剛剛有提到說我們是共品牌嘛，共品牌就是說我們社會企業當初也是跟我們幾個農場溝通，既然我們是做社會企業，社會是在前面，不要說你故意把價格拉高，然後呢你是賺人家外面愛心的錢，那事實上你根本沒有做愛心。好，所以我們當初說，每個農場就是嚴守自己的品質，價格一定一致。那東片寶石村賣的價格跟你賣的價格一定要一樣，品質要一樣。謝謝教授。高速公路係實際應用嘅營運，經營同大團體戰嘅方式有乜嘅冇共用？唔過家大家見講到，我回饋社區，所以回饋幾多呢？有一個布社村呢，地度嘅成員，作為同仁來實際講一下，我們的銷售額比例，我們要怎麼回饋社區？我回饋社區幾多？喺入邊太高嚟講係冇？社區入邊嘅回饋呢，已經15%。15%都回饋社區。有時候有一個有全部嘅李監事俾你決定一件市場。實際去擺攤嘅農民，做啲騎出本來看一下，有乜嘅人家都戰術嘅想法，比如係講心得同大家分享一下好冇？我們家本來是種檳榔樹，那因為檳榔有害健康嘛，可能引起口腔癌，所以在7年前我們就轉做可可樹。對，所以我們家是做巧克力的。那剛開始呢，我們就是配合一些政府的活動或是地方的活動，做一些推展展售啊，就是去擺攤展售。那還是以除了
展售产品之外，还是以推广为主。但是那个就是销售量就是有限。那很幸运的就是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村子成立了宝石村。那因为宝石村它是有八家农场，那有很多种产品，所以当我们去摆摊的时候，就是产品多元化了，就是那消费者他们的选择性也多了，所以也间接的就是各家聚集起来，然后间接的就让每一家的产品都是就是都各种消费群都可以顾到，都可以买得到各家的产品。所以你有很明显的感受是，以前你自己在卖你的 coco 啊，也同太家乡啊去就感觉无共用诶。无共用啦，因为以前单一产品嘛，哈都有几多种产品。就讲太家出头看凤梨果、看黄梨、看阿咩买看 coco 啊，同头摆去家去买就较无共用，无共用，都可以买几多种、几多选择啊。好，多谢你就是打群体战呐，打群体战，谢谢你，抢筹。还有其他的详情冇？我看影片，要两位太子，你都有去设计摆摊的冇？在出去摆摊的时候，我们也是借由摆摊的机会，将我们宝石村的营运的就是理念跟社会企业，就带到就是都市去跟他们做宣传。那其实那个客户在回应上面也会说，哎，你们怎么那么厉害？会想到就是说，就是因为其实我们这边都是农业，就是大家都是务农的，会说要去做这种回馈，就是社会的方式。就连那个台旅里面的那个承办的小姐，她也都非常的认同我们。设计去卖主持人讲，同市价卖真嘅无共用呢。不过有按道的农产品甲营养透天都有好卖下。我想请教，还有其他泰国的反应，也都提卖嘅问题，也还有乜嘅？我哋做农嘅人。欠的迄物个东西，替人力，替你金钱，替什么土地，又唔拉，一种东西唔拉时间，变成讲，我哋而家喺行安尼方向嘅正确嘅，郭教授同村长、理事长带动我哋安尼行，一方向正确嘅时间，势必几多上市贵公司，几多公家机关认同我哋产品嘅时间，有机有有托。一条产品喺出来嘅时候品质又好，佢买嘅时间一天2個台。當然我哋存錢，我哋回饋幫我哋沙期。其實我哋也唔會想講同一般嘅農保嘅公司一樣去剝削一條小農。我哋還是鼓勵人哋加入我哋寶石村，人哋加入來嘅時間，人哋直接產品安好，直接出對客戶嘅只位嘅時間，而嘅利潤。點都比出市場、澎湃市場，也係講去即個去買，也比較利潤較高。他假如可以賺錢的情況之下，你而家看我哋農村，全部都年紀是過太老年啥，一啲後生嘅田老闆上班，即個一天無人種。喺看到有安尼機會時，他個資源就會過來。好，多謝泰國文強頭。我想先請教怡婷，你知道講沙琪安尼嘅安尼嘅問題，你知道這個出發點是對的嗎？要不要給他們一些建議？我是看到講台南有一個沙琪伊哋嘛係從大家安尼想要成立一個共同嘅一個企業嘅方式，但係伊哋係呢成立合作社，伊哋成立合作社以後呢，就產品係咧米啦，比我哋個社會是就像一樣嘅。伊哋係咧透過村外嘅肢體來應用我哋咧米，來變成伊哋咧銷售嘅方式。所以我想講，我哋客家人嗰度村外嘅肢體，無聽說伊哋嘛佢使用我哋一條健康嘅水果，佢認股嘅方式，一年就認一多錢嘅產品，我哋出產嘛，就基本嘛嚇。透過樣嘅方式建立一個我哋本地嘅鄉親跟村外肢體嘅聯繫，無聽說伊哋對我哋認同度嘛會夠增加吼。其實我哋假設要吸引更多的後生人加入我哋寶石村一個公司，還是要有一些資本留下來，一個資本做嘛用，唔係講我哋全部建出去就係我哋佢從沙皮企業吼。其實我哋嘛要保護我哋自家參加一個公司嘅農場又係農民。從其他一個地方，從台南吼有種竹筍嘅一個產銷辦吼，伊哋又成立一個
安定基金，好，就讲俺们每卖出一个东西就拿出一多钱出来，放在安定基金里边。个呀安定基金哦，还呢有一年做出那假使跌那个大的时间，也系讲拄到诶天灾的时间，补出过社会时间，俺们可以对安定基金里边来补俺们损失的也部分的数额吼，也还呢对生产者来讲嘛，系一种沙费补出的一个概念啦吼，就讲。加上俺们一个支出过稳定，俺们不止对沙期过好，俺们对俺们去家生产者嘛过好，可能嗰度后生年会感应俺们一个支出。多谢怡婷哦，跟俺兄唱高初中城乡发展处这里，我们可以媒合吗？或者说有时候给喊卡懂你落了亚沙基某去讲，我们协助地方，刚刚像怡婷说的，打工啊，要的嘛该，我们之后是可以做的吗？我们县政府也是打那个群体架一样的，不要讲群体架了，就是团体作战啦，团体作战就跟我们宝石村一样，团体作战。我们现在不是只有城乡处，我们社会处关怀据点，还有我们客户处嘛是有可哦，还有农业处。当然农业处我们还要再积极看，让我们的行销管道可以更扩大。虽然我们在热博那个时候哈，由农业处那个是由农业处办的热带博览会，那让我们各局处等于说一起来把我们的农村再生社区带进来。那当然还有一个，当然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农业客户之外，哦，城乡。那还有一些相关的，像有些排水设施，我们也有一些像水利跟公务，哦，那都可以一起准备进来，都会一起准备进来，都会一起准备进来。那我想对屏东县政府来讲，哦，只要有任何的需要的话，我们一定是会去把各个部分整合。我还是回到刚才有提到，就是我们其实副县长哈。真的年初就注意到社会企业，叫各局处好好研究怎么样来协助我们，让我们东片变成我们真的是屏东县的模范生呐。哦，这个是我们的期待的目标啦。谢谢处长。除了东片报销存有安的想法，还有其他大家来参考的理念吗？提供样片再个人看。上次磨米到现在多久？6月中到现在，2个多月了，2个月了还不到。从今年头东部的国用指面機來講，本來都環保團體嘅馮會長，2006年開始為到上岸前轉空天嘅地，推出農民轉做有限農法。我們在整個社會實踐的過程就覺得說，必須要切入整個農業，因為台灣的農業太污染了。那政府也推行50年的這樣的一個革新，可是這條路在我們看來是走向斷崖之路。因為台灣最大的面積是在農地上，而農地竟然環繞在所有的都市的邊緣，結果它在用那麼高的農藥、那麼高的化肥。通常，而且這個不會有臭味，你給它聞，沒有任何的臭味，它就是適當的一個碳氮比啦。對將開始推出種山的農民轉型做有機，推出現賣出後成績。2008年，馮會長成立綠農嘅家，同有限農法的理念來做商業模式經營。那所以我們幾年來，從0到現在有120幾個農友，都變成是有機友善農業。所以這就是我們實踐了10年的這個小小的成績啦。但是呢，我們也認為這是一個世代要接力接棒的一個世代工程，因為台灣的目前在耕地的有70萬公頃，那我們100多個農友其實也不過100多公頃。空污總量變很大，空污總量變很大。它不但沒有辦法幫我們把實質排放量減低，甚至有可能讓原有的實際的排放量倍增。馮會長講，往擺反對佢讓人工湖，也係長久阿龍熱骨頭力道，喺環保團體當中做下下共理念難，成立農產銷售平台，雖然冇登記做社會企業，但是還係用社會企業嘅形式。一方面希望解決台灣土地污染嘅問題，另外一方面咪係鼓勵農民種空氣安全嘅食材。沙非企業嘅概念喺台灣見來見發展起來，故作喺東片村今日來到鴉片爭不來討論。家喺鴉片當中看到嘅係屏東一個算係咩銷售嘅平台，佢賣都係友善港中嘅農作物。其實同人東片村的這樣子的集合，一種係
占满一冲啦吼。不过，司机总来讨论就会讲，东片村成立个报销村的概念，重点我们有3大目标，我们要关心人，要关心菜地的人，无论是老人家，也是xã區有弱勢，也是讲菜地的农民。韩国呢有一部分是关心的土地，刚有讲到我们要用有机、无毒的港中丰色来。做安尼农作物的生产，韩国呢希望讲，不有含较多位农民朋友向下来加入，前面一部分就会轻松有就讲，要回馈xã區同村到的钱实际回馈到社区，本安尼内民众有感觉。报xã村經營我成本應用嘅永久嘅經營下去，唔係講也係呢個團隊制度咁由後生人來加入，也係講有乜嘅鄉下老輩嘅後生人，家講到想後生人做乜咩？對後生人嘅一部分xã區有乜嘅想法，做得同人分享冇？安尼有發現啦吼，因為大部分農場主攏嗰個種東西，也有自家嘅通路係賣，但是我哋有發現啦吼，其實因為第二胎啊吼，攏邊啊係後輩。以為會同阿爸阿媽啊吼，天數經營 FB 粉絲頁，以為個擅長做設計啊吼，會替阿爸阿媽做個 logo 嘅設計。嗰時候我哋成立嘅時間吼，我哋都有一啲想法都會講，本日就後輩，邊係後輩後生嘅吼，係有啲機會啊吼，可以大家人咪強下出來。因為一啲公司喺經營嘅時間啦吼，唔係搶生產東西。其實，譬如講，唔可以攞杯參展嘅時間，唔可以有策展人員，一種個專業嘅東西啊，吼，其實後生嘅個專長。第二個係有個新嘅銷售嘅 idea 嘅時間啊，吼，一般生產者唔會想到咁多。嗰個一方面嘅東西吼，其實當然係要後生嘅嚟幫忙吼，像有嘅網絡營銷嘅東西，譬如講要做。個吸引人嘅點還是發文喺 FB 嘅發，後生嘅有更多嘅機會啊，吼可以交流，交流以後某一天，也喺公司以後慢慢嘅個大嘅時間，吼有更多個專業嘅地方需要人聽數嘅話，以後人對一個公司有感情嘅話，咱可以吸引人過來，本公司個經營得更好一些。好，請從給後生人，年輕人是哪裡？我們來實際來說一下。其實基本上像我們自己年輕人這一代，我們通常會覺得說，農業好像很辛苦，就是大家都要就是頂着太陽，就是去做農啊什麼的。然後我們就是因為其實我以前對農業其實不太了解的，那在就是郭教授帶我們去了解，然後再讓我們去知道說，就是我們學的行銷管理。這方面有接觸到社會企業，那把社會企業跟農業去做結合，然後再做一些創新的部分，把一些新穎的一些想法加入到農村裡面，那讓我們的農村不再是一個很無聊的，會讓人家覺得好像很死板，那讓這個東西可以推廣出去。所以，比如說像我們做了體驗行銷，然後我們做了一個品牌的建立，那讓大家知道說，這是一個。可以信賴的品牌，那其實可以加入非常非常多的元素，譬如說，我們可以把一些學管理的一起引進來，那一起做管理，一起做行銷，那學設計的或者是學設計的、學美術的，可以進來做，比如說農村的改造，然後去把我們的一切東西變得更新，然後更有特色。不過一個東片報銷村嘅運作嘅經營下去，有乜嘅中長期嘅計劃？像呢xã企嘅泰國，再個同人來簡單的介紹一下好冇？而家我哋報銷村嘅成員吼，我哋要同xã企整合好來，因為我哋要建設我哋全國的農村嘅一個示範村啊。把以前我哋好嘅種錢團結合作，請過來，我哋而家投入喺xã企嚟建設，做乜建設呢？唔係5趴回歸，包含我哋報銷村同也條關懷之人，也回復。9月1號開始上課，9月1號開始上課，大家要盡量出來，也志工軍，也2-3個月我哋做住至少30個志工，同關懷之人再嚟回復。後面係嗰度嘅建設，我哋立美化。甚至我哋嗰度歷史嘅東西，我哋工匠嘅精神，從嗰度執行來，用嚟同xã企、同產業來並行來，作為全國的一啲農村嘅示範村，係我哋一2-3年，我哋長期嚟並一啲項目，馬上大家方面嚟支持。唐體
以刚刚Saki讲的案头，我们最后县府这边中长期的计划会不会很难达成呢？如果居民的长期的目标还会整合 Saki， 我们这个农村再生也好，或是城乡发展处，我们这边的相关的专案可以协助吗？就像我们刚刚的我们这边有社会企业的一些方案嘛，协助下去，他们会可以更快做到吗？给未来我哋农寨有一个元素有建议可以再讲一来，因为我哋除了农产品之外我哋记得我哋要客家，嗰種我哋客家嘅準的水準貼擺落也叫一塊農寨時間介紹我哋要客家時間除了我們自己的一個我們那麼好的嘅農產品之外，因為選果客家嗰度人種選果我哋有提嚟講，我哋選果為什麼比別人好？我哋的紅龍果為什麼比別人好？我哋的那個糯米為什麼比別人好？還有種格為什麼比別人好？我哋的那客家的一個水準那個文化很重要。還有嘅三合院，因為我哋對推廣休閒旅遊民宿嗰時候也咁樣可以再講一來你凸顯我哋的品牌啦。嗰時候頭有嘅我哋第二代青農還有我哋屏東大學的優秀的我哋畢業的學生有講到為什麼可以吸引他來這裡，因為我哋打出來的除了我們農產品種得好之外，我們代表的是我們整個客家的品牌。社會企業最重要的嘛是把人跟土地剛才有提到關懷人土地回饋社會，最重要還有我們的客家的品牌跟人家不一樣所以我們一定會把這個部分納到我們今年就要開始提案的我覺得可以把我們的農寨這一本大概在3年前提的我們再繼續把這個部分再發揮出來，然後我們再把我們社會企業這部分我建議可以寫一個全記錄啦因為好不容易有那麼多專家一起來參與包含根本的客家電視台我們來做全記錄按你記錄起來什麼時間點有乜個進步，乜個時間點有乜個進步頭因為個執行長同群眾講個多冇記起來哪一個大事記還不如出一本書我們很期待啦。我只能很羞愧說，我也只能說我盡量我還是要多協助，因為還是要靠你們，人很重要人很重要我也覺得你也很支持那個關懷據點這個部分，因為我們要在地讓我們的老人家可以在地的，讓我們可以等於說跟我們的所有的今天也是你們要回來我們東片最重要的目的嘛跟我們的長輩們大家一起為這塊土地付出啦。謝謝處長，多謝。既然研究普亞片確天嚟行到發展嘅方向，沙下來還有乜嘅力量做得下來冇？包括呢後生人嘅天數也係講農村嘅發展。他啥世界有想法啦，唔咩像老百姓係親難去解決係在地嘅問題，在地嘅問題就愛在地嘅人去先講好，讀啥安怎是做那讀啥較好去做好多事情啦。另外等嗰邊像個FB Google 因為我等喺重用嘛也太經驗我等較有嚟去接觸啦。我一個嘛個 ICT 嘅 tool 這些我們那個都有可以幫忙像設計這種。中央可以幫忙，可以提供設計，可以找通路，可以找大型企業來採購，這些都是可以協助在地之後的幫忙嗎？好，謝謝組長。老師，最後大家講了這麼多長遠的目標，真的有辦法執行做到嗎？我們短期要先做到什麼呢？一步一步來嗎？那我自己本身是在嘉義長大，農村長大的我在想說，我以自己角度，如果我爸媽叫我接農場，只是務農我絕對不幹。好，所以以這個角度呢去想說，而且最重要的是我爸媽又不給我錢，好，我相信很多農場叫他小孩子幫忙的時候都不給錢，好，所以這個就會造成小孩子不願意進來。所以我當初成立公司的好處，第一個就是多元就業機會嘛。如果你兒子對你的產業沒興趣，你可以到別的產業。好，那如果說對務農真的沒有興趣，沒關係，你可以做銷售。好，那在市場叫賣你沒興趣，沒關係，你可以做網絡行銷。好如果呢你對這個也沒興趣，沒關係，你可以做導覽。好，你可以做輕旅行。當初這是第一個原因。如果是各自為政的話，
那今天一个旅客来这边哈，你看食衣住行娱乐全部都要被剥一层皮，这样就没有人愿意来了。那如果我们把它整合在一起的话呢，因为我们是友善大地嘛，我们希望大家过来看，所以我们过来我们这农村看我们不收费，好，然后呢吃的部分呢，我们参加越多农场，你越便宜，好啊，这样的话就会降低它的成本，会吸引更多人来。那第三个原因是因为就是申请政府计划啦。好，因为没有公司的话，其实没办法申请政府计划，包含中小企业处的资源也是不能到这边来。好，那可是我们当初的时候，刚开始成立，我们是没有任何政府计划，因为那时候我也是跟团队伙伴讲说，我们在没有政府计划支持之下，我们愿不愿意做？啊，如果愿意，我们再继续开始。所以我们今年我们的目标只是先解决农场问题，我的目标设的比较小，先让农场赚钱了，农场赚钱之后可以有个提拨，好，可以给社区。那明年的目标呢？我这边可能预告一下，好，让各位社区知道，我们现在刚好因为农村有闲置的土地嘛，啊，那也有我们这边的村民愿意捐献土地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准备做共享农场，好，然后呢，第二个部分呢，好，共享农场的想法是这样子啊，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啦，好，我相信说不是每个人都有农场，社区不是每个人都有农场，对不对？好，那如果有些人他喜欢说，我想种点东西给我自己的老人家吃，哦，对啊，我刚好没有土地，可以啊，刚好我们有闲置的农场，我们把它整理起来，好，那你就可以来我们这个农场来种东西，好啊，所以这个过程呢是一步一脚印，也看得到，好，谢谢。真的可以集结成书了啦！一听亲密朋友的建议啦，加到想讲要永续农村的经营，迄讲大概农村都成立3V企业，讲农村就正经做的元修跟发展下去，3期就没问题嘿。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呢？最后就会俺因为做3V企业最梦想的地方就係假使講你個賺錢以後，俺能分出來一條錢，用嚟管理喏，萬年來結天，也俺能回饋嘅錢又真是用到錯嘅地方嘛哈，所以最後就講，俺嘛看到俺哋有一個潛力啦，就睇俺人都可以參與啊地杯，唔係講。純粹一件人嘅事情嚟嚇，所以睇緊人佢可嚟發言、嚟表達意見、嚟結天，係點樣嚟做？睇緊人咧共同參與係呢個重要嘅一個部分嘛，係永續經營地位佢看唔到，但係佢重要一個重點啦。好，多謝伊哦。人講到農村，都會想到都係港中天天，港中誒就係要想辦法同自家生產嘅東西賣出去天天。不過今日來到寶沙村也片，東片寶沙村認識也嘅3V企業過後，其實大家都知哦，港中人也唔單止要曉得港中天天，也要想到用嘅回饋社區、回饋人嘅3V。最重要嘅係要向後生人轉到自家嘅家鄉，安尼農業才會延續嘅發展下去。以上就係今日村民大會，下個禮拜每場大家記得準時收看。